大家好，我係浩兒，今日想以 podcast 嘅形式去講下我對外星生物嘅睇法。大約2個星期之前，特朗普總統兌現咗部分嘅承諾，令美國政府揭露咗某一部分嘅 UAP 資料。好多網台都已經講咗各類嘅 UAP 啦、相片啦，都唔再補充其他嘅資料。喺呢一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對外星生物嘅睇法。畢竟佢哋今次嘅公開資料並沒有講明呢個世界上有冇外星嘅生物。人類自己本身係有機體嘅複合生物，即係講緊我哋嘅身體係由 carbon 啦、碳、hydrogen、氫同埋 oxygen 氧嘅粒子組成。喺而家呢一刻嘅人類，我哋淨係用呢一樣嘢去定義乜嘢為之生物。但係我自己就覺得，人俾太多自己研究咗嘅知識所局限咗。其實有冇機會可以係一啲同金屬合成嘅生物呢？其實生物唔應該咁狹隘，淨係指 CH 同埋 O 裏邊嘅複合物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一個生物係可以用其他嘅金屬去合成，例如好似 Transformer 咁，雖然佢哋嘅身體係用金屬製成，但係同一個時間佢哋亦都擁有咗生命、靈魂同埋思想，或者一啲無機體嘅生物，即係inorganic嘅生命體。我哋嘅局限係來自於我哋嘅認知，我哋所謂嘅知識，往往會為我哋帶來好多嘅框架同埋掣肘。人類好講求五感：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味覺同埋觸覺。大家都仲係停留喺要見到摸到佢先至能夠被稱呼為一件物件。好可能係我哋唔認知嘅維度裏邊，其實生物未必要真係會被見到摸得到，並唔需要係一個實體，可能只係一堆嘅 frequency，即係頻率。就等於好多人喺時運低嘅時候會覺得自己見到靈體，通常呢啲故事都係冇頭冇尾，霎眼間就唔見咗。有冇機會呢一啲只不過係一啲逝去嘅人所遺留落嚟嘅頻率，而呢啲頻率就記錄住佢哋生前嘅記憶、發生過嘅事或者做過嘅動作。每一日呢啲嘅頻率都喺度回盪住。咁既然人類有機會係咁啦，咁高維度嘅生物更加有可能會係以呢個形態嘅出現。當然我自己唔係一個 UAP 嘅專家，但係從其他 UAP 專家嘅口中，我哋成日都會聽到一啲檔案或者嘅一啲其他人嘅經歷，大部分都係講 UAP 如果要同人類溝通嘅時候，佢哋往往係唔會受到語言嘅界限，直接將佢哋想表達嘅信息投射喺嗰個人嘅腦海同埋心裏面。而 UAP 生物嘅外形亦都可以千變萬化。要做到呢一件事，有一個身確實真係唔會做得到。但係如果佢哋只不過係一堆頻率，咁成件事就好易理解。我都仍然十分之期待特朗普政府下一轉會揭露出嚟嘅外星檔案。呢個 channel 係風水可以好科學，我哋下次再傾。